People, are you ready? 1, 2, 1, 2, 3。當風箏遇上風，即使快樂的痛，仍能乘着狂風，天空中愛得英勇，有了他就算好，仍然流露出笑容。哇！我唱呢首歌係因為慶祝我今日開咗條新嘅系列喺我嘅 channel 度，叫做70路村史阿 Sa 與阿 Ling。好啦，今日我哋係重點講阿 Sa 嘅，但係大家記住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like 我嘅影片，可以嘅話 share 我嘅影片出去，同埋俾啲 comment 我，等我有可以進步嘅空間。因為咧，其實我真係心地好唔平衡噶。阿門哥佢嘅言論加埋佢嘅瞓覺直播，佢都開到盈利啦。我雖然我知道我係 part time 咁樣去做，但係我用我一啲僅餘嘅私人空間時間去做一啲有公共性嘅探討系列，例如潘卓雄。咁我覺得喺一啲咁寶貴嘅時間，我又想喺 channel 嗰度發放一啲觀眾需要知道嘅信息嘅時候，咁我暫時呢個台只可以係 focus 一啲我認為比較特別、比較需要人關注嘅事件嗰度。所以我仲有，其實我心裏邊有好多其他嘅想法嘅，但係真係冇時間去做，抱歉。但係麻煩你哋啊，唔該你哋啊，叫下你哋啲姨媽姑爹都 subscribe 下我 channel 睇下我嘅影片啊，俾啲鼓勵我啊，我心裏係有啲唔平衡啊，好唔好啊？唔該晒。係好言歸正傳，今日係講咩咧？其實我有其他嘢跟緊嘅，做緊好多資料搜集嘅，但係喺最近 Raymond Wong 呢一條 live 嗰度就 draw 咗我一個好大 attention。當年就係受阿 Sa 姐嘅感化，有5個字令我突然間叮一聲，我就要好專心咁樣去聽佢個講嘢落去啦。喺呢條片嘅1個鐘頭03分鐘30秒，佢講嗰5個字，佢就話水過必留痕。係喎，佢真係俾到好大啟示我，尤其是喺公眾層面嘅時候，你做過嘅嘢一定會有啲痕跡喺度嘅。咁喺 draw 到我 attention 之後，我發現喺呢一條片1個鐘頭16分03秒嘅時候，佢又講一個佢重複嘅次數都幾多嘅話題。因為之前我都因為做資料搜集，我都要聽下佢其他 live 嘅。咁佢喺呢個話題上面，佢都講咗好多次啦。佢話佢自己或者叫人都唔好做急骨灰龕，同埋佢從來都唔做呢啲寺廟啊嗰啲工程嘅。咁佢唔係淨係呢個 live 講，其他 live 都講。不過我冇時間去再揾翻邊一個 live 佢講過，如果唔係我真係24小時都唔夠用。好啦，點解阿 Lisa 姐成日都講呢個 topic 咧？上網揾下啲資料啦。你知阿 Sa 姐其實咧，我唔知其他 YouTuber 係點樣啦，但我咧就係，點解上網你嘅資料係非常之少嘅？喺某程度上，因為 Wiki 又冇，乜都冇，百度啲資料又錯嘅。佢話你香港出世嘅，你自己講咗你唔喺香港出世噶啦，你係喺內地出世，跟住咧就跟屋企人嚟咗香港嘅，係咪先？咁嗰啲係真係 fake 噶嘛？咁要俾啲心機去揾呢啲資料出嚟噶，唔係有心去咩起底啊之類嗰啲，唔係，絕對唔係。OK， 好啦，言歸正傳，今日我揾到一啲新聞出嚟嘅。咁我哋新聞係乜嘢咧？其中一則就係呢一個喺明報嘅明報，佢就話我唔中意佢個 opening 晒，佢形容你係多次進出法院嘅言情小說女作家余曉燕。anyways， 咁佢咧呢一段新聞咧大概係講話你係余曉燕小姐，就喺因為呢個報道咧其實係2011年4月7號嘅。咁佢話去年即係喺2010年嘅時候，你投資咗700萬去興建思親堂，跟住咧你先至喺報章嗰度咧得知呢間廟宇咧係提供骨灰龕位嘅，跟住個廟宇就發出聲明叫唔俾你入去，咁你就好嬲，就入稟高院要求咧呢個寺院履行佢對你嘅承諾，同埋賠償你嘅投資金額。好啦，成件事係點咧？成件事咧就係話余麗莎小姐咧就喺2010年3月10號就同呢間寺廟善德慈德善社sorry 食螺絲慈德善社去簽咗約嘅，咁就話同意你去興建呢個興建裝修乜嘢都好啦，即係你負責工程。咁跟住咧就呢個工程嘅你先墊資出嚟，跟住雙方咧就同意咗呢間廟宇所有嘅收入咧收咗翻嚟之後咧35% 咧就會去作慈善用途，跟住咧65% 咧扣除行政費就係歸你余小姐所有。嗱，咁呢個報道咧其實就有啲 keyword strict 咗你啦，骨灰龕、余曉燕、投資、興建維修、寺廟，哇，仲晒麗莎姐講嘅 item 咗。好啦，咁跟住咧喺同年2010年8月30日，Sa 姐就真係700幾萬咁樣去投資咗呢個翻新嘅用途。咁投資咗係一單工程，嗰單工程嗰度一定係投資落個廟宇裏邊咧？我唔知。咁跟住咧喺同月嘅24號，即係講翻之前啊，
逢月幾廿四號嘛，即係8月24號嘛。呢間廟宇咧，其實喺佢俾錢之前咧，就已經發咗聲明噶咯，就話唔會提供骨灰龕位，同埋唔准呢個余麗莎小姐再入呢間廟宇，並且啊話雙方已經終止咗合約噶啦。即係人哋個報道出之前，咁你就話你自己投資咗700幾萬去做呢個翻新用途。咁以我理解呢一段文字咧，就係話人哋出咗聲明啦，但係你就話你有700幾萬可能俾多間工程公司去做呢個翻新用途啦，就唔係話你俾咗700幾萬俾呢間廟宇嘅。以我理解啦吓，咁所以咧，余麗莎小姐咧就好嬲啦，要告佢上法庭，就係話佢哋應該要履行佢嘅承諾，同埋要賠償翻嗰700幾萬佢投資咗嘅工程合約裏面，因為趙錦章就係呢個廟祝喺09年10月至到10年嘅3月期間，佢哋已經表示係會履行呢個承諾噶啦。咁我仲同你簽咗一添，話35% 去做慈善用途，65% 扣除行政費係我嘅，你咁樣呃我，咁大概咁嘅意思啦。咁睇新聞又唔可以淨係睇呢張報章嘅，咁我就睇埋另外一邊就係呢個文匯報嘅。咁主要嘅內容都係一樣嘅，只不過呢度咧就會多一個資料，就係話余麗莎係以一間公司名叫做嶺南福創有限公司去同呢間廟宇簽咗呢個合約，即係話35% 前次65% 扣除行政費係我咁樣啦，就係咁啦。好啦，咁因為就發現咗余小姐係用呢間公司名去簽合約噶嘛，咁我就查下呢間公司名啦。咁呢間公司名咧就係喺2010年1月成立嘅，咁但係喺2015年就註銷咗啦。好啦，咁又老師你讀埋呢啲新聞都會聽有咁多資料，其實你想表達啲乜啊？好，咁我就講下嗰陣時嘅環境，社會環境對呢個骨灰龕工程嘅牌照係有啲乜嘢事發生緊啦。因為其實你睇到，如果你知道呢件事之後咧，你會承認余麗莎係一個企業家，因為佢會就住呢個政府唔同嘅政策去將佢嘅眼光放喺佢認為要投資嘅產業裏邊嘅。OK， 喺2009年立法會咧係有個公眾諮詢，係關於骨灰龕牌照嘅。咁喺2011年咧就建議政府係將私人骨灰龕嘅生意係需要發牌先可以做嘅。好啦，咁成件事點解余麗莎到今日現時為止，佢話佢自己係唔會做骨灰龕，係唔會做廟宇工程，但係幾年前佢已經籌備做呢啲嘢噶啦。咁其實我係收到啲咩信息咧？我唔係好明，定係即係有啲人叫做話講係一套做係一套咧，我唔知，大家可以自己諗下啦吓。咁成件事咧就係話喺2009年，莎姐咧10月咧嘅時候就開始同呢間廟宇嘅廟祝傾，不如我去負責工程啦。咁然之後你哋如果有骨灰龕嘅生意或者其他嘢有其他收入咁樣你就可以 keep 住35% 去做慈善，65% 咧扣除一啲行政費就歸我嘅。我哋有呢個合約得唔得啊？咁據阿余麗莎小姐講咧，佢哋冚咗嘅，即係丟咗嘅。咁喺呢個2010年咧嘅3月就簽約噶啦。咁佢間公司咧就係一間喺2010年1月4號註冊嘅公司嚟嘅。咁即係呢間公司係喺簽約之前 make sure 係開咗去做呢一壇嘢啦，係咪先？但可惜呢間公司咧喺2015年嘅4月就已經係註銷咗啦。所以再 further information 我哋係揾到啦。好啦，咁佢哋喺2010年3月簽咗約之後咧，喺8月24號呢間廟宇咧就已經喺報紙嗰度出咗聲明，就話我哋同余麗莎嘅合約就已經終止咗噶啦，同埋說明佢哋係唔會做骨灰龕位嘅生意，同埋就禁止咗余麗莎小姐再進入佢哋嘅廟宇啦。咁但係喺呢件事呢個係8月24號廟宇出嘅聲明嚟噶嘛，但係喺8月30號咧，余小姐咧就話自己已經出咗700萬去投資呢個工程噶啦噃。你見唔見到唔係好 make sense 啊？既然人哋登咗報8月24號出咗聲明嘅話，點解你30號你仲要去投資700幾萬去做單工程啦？同埋我99% 相信呢700萬佢話係可能係俾咗間工程公司判頭或者乜嘢都好，呢700幾萬唔係入咗廟宇嘅 account 嘅。OK， 即係呢件事唔 make sense 嘅。咦，你唔好話佢出咩聲明先，你起碼係有個意識知道佢登報係表示你哋嘅合約係有啲問題，應該有啲阻攔，你唔係去 clarify 咗個合約有啲問題先至出錢嘅咩？即係你嗰時都係有錢到700萬，而家毫子掉咗佢先啦，冇所謂啦咁啊。但係你之後又告人喎，但係到今時今日你話你唔會做呢啲生意嘅，但係10幾年前你已經好有 planning 咁樣去做呢樣嘢嘅。而且真有時聽你講嘢咧，即係令到我有少少思覺失調啊！即係你今日講嘅嘢同你10幾年前做嘅嘢都係一樣嘅咯。係啦，我有啲問號，咁大家可以喺 comment 嗰度聽下你嘅說法啦。因為其實呢啲唔係叫起底，我睇新聞啫，係咪先？都係重複咗句啦。喺 Wiki 又揾到你資料，你又話你啲小說嗰啲係一啲真實加你自己想象嘅情景打入小說嗰度，等呢本小說更好睇啊嘛。咁其實冇好難揾到你資料嘅。話你話唔係啊？華基楊公話佢有好多資料噶，Wiki 揾到噶，起碼我知道係戰狼啊，係咪先？
佢同何君堯好 friend 啦，呢啲知啊嘛，係咪先？阿楊太、榮麗媛啊咁樣嗰啲資料都容易揾啲。你阿余小姐啲資料真係好難揾啊嘛。但係我又想 make sure，我聽你嘅古仔嘅時候，你講嘅係真說話啊嘛。咁我哋係要揾真相，唔係話好似 Raymond Wong 咁樣話阿邊個話我唔睇，即係佢意思係話佢做資料搜集嗰陣時咧，佢係唔會親自去睇或者聽嘅。但係咧就係阿 A 阿 B 阿 C 話俾佢聽咧，咁佢就可以做節目噶。咁冇唔得噶嘛，每個人處事嘅方法唔同噶嘛。即係如果你聽完阿 A 阿 B 阿 C 嘅嘢，跟住就講出嚟，有冇證據咁樣，你就可以做一個 YouTuber 啦。咁其實同可能街市或者鄰居打麻雀啲牛頭角師奶啊之類嗰啲啊，即係呢個係一個名稱咧，我唔係貶低佢哋。即係平時茶餘飯後吹水有咩分別啫？茶餘飯後吹水你梗係唔需要有任何責任啦，係咪先？但係作為一個 YouTuber， 你個影片係冇一個 expectation 去 reach 到啲乜嘢 audience 噶嘛？咁即係你需要對你自己嘅言論負責任，同埋要 make sure 你啲觀眾係收到一啲正確 valid 嘅信息，唔係話阿 B 阿 C 阿 D 講啦，係咪先？好啦，今日講住咁多啦，希望你哋中意呢一個新系列76川史阿 Sa 與阿 Ling 嘅第一集，希望陸續有嚟啊！記住，麻煩大家 subscribe 我 channel，like 我嘅影片，可以嘅話 share 我影片出去，俾啲 comment 我繼續進步。好啦，今日講到呢度係咁先，拜拜。